大家好，早晨。早晨，大家好。早晨。我恭祝大家今日300婦女節快樂。係咁，300婦女節咧個來源係點㗎？就係為咗咧爭取婦女嘅權益。係。咁其實咧就我咁講好多人咧覺得我哋今日個話題咧就係有啲特別啊，咩美麗的婦女係咪？其實咧我想咧集中去講咧關於婦女節嘅一啲我哋好關心而家啲婦女咧究竟佢嗰個譬如精神狀態啊，因為而家婦女都好偉大，又要就湊仔女啦，又要照顧屋企啦，又要可能好多女強人咁樣啊。咁呢一方面咧，你有冇咩睇法嘅？我嘅睇法就係要其實好多婦女啦，身邊嘅朋友啦，又要相夫教子啦，去到返到公司咧，又係女強人啦，又係要照顧好多下屬啊，或者要處理好多公司上面嘅業務，咁變咗咧，其實咧要令到自己容光煥發、美麗動人咧，其實咧都係有一啲技巧。係冇錯啊！我咁講啊，其實咧究竟空氣呼吸同婦女有咩關係咧？咁婦女有幾偉大咧？其實我哋而家咧全世界人類咧，其實都係要由婦女生出嚟嘅。無論你一個幾偉大嘅人物，都有女士生出嚟。咁除非係耶和華嘅上帝啦嚇，佢嗰陣時初做人咧就係用泥土，跟住吹啖氣落去啊！呢個係基督教嘅一個聖經嘅故事嚇。OK，咁除咗呢個之外咧，其實咧好多人都唔知原來咧女士咧佢要生第一個小朋友咧，佢要學一種呼吸法嘅，係一種法國嘅醫師教我哋嘅一種呼吸法，就係俾婦女咧生兒育女嗰陣時咧，佢可以點樣令個 BB 可以順產生出嚟。咁如果掌握到呢個呼吸法咧，就已經係可以比較唔會咁痛，同埋可以將 BB 順利生咗出嚟。咁小朋友出咗嚟咧，其實就要令個小朋友開始呼吸啦。咁你諗下，空氣同呼吸係幾有關係嚇，同我哋咧所有生活都非常之有關係嘅。咁好啦，其實咧好多婦女咧，佢冇懷疑到咧原來空氣裏邊有好多問題會導致你無精打采。譬如咧，好似二氧化碳，二氧化碳一個非常之影響一個婦女嘅精神狀態嘅一個氣體嚟嘅。咁好簡單，譬如咧有陣時你喺屋企，譬如如果你閂晒門窗，淨係開住冷氣機、分體式冷氣，原來分體式冷氣咧佢係冇鮮風嘅喎嚇。咁如果係你要處理好多事情嚇，咁你可能又要照顧細路仔，咁跟住你又要打掃屋企，咁你發覺咧，可能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你會好容易個人成覺得好攰。咁所以咧，大家要留意啦，因為而家夏天開始嚟啦嚇，過埋呢幾日咧就開始會回暖啦。咁如果好熱嘅天氣，就算你開住冷氣咧，都要注意室內嘅二氧化碳會唔會過高。咁好簡單我哋好多女強人而家都係負責住喺社會上面工作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咁究竟女強人要點樣發揮得好咧？我曾經有一個女性嘅朋友咧，佢就喺佢工作嘅環境裏邊咧，發現咧換咗個工作環境之後咧，佢個工作效率差咗，跟住成日覺得個人好攰，唔知點係啦。咁我就借咗一個二氧化碳錶俾佢，咁佢將個二氧化碳錶帶咗返公司之後咧，原來發覺咧，佢嗰個辦公室裏邊嘅二氧化碳好高，咁變咗咧，佢就會發現咧，佢發揮唔到佢嗰個佢覺得一離開咗辦公室，出咗去食飯，去一個空曠嘅地方，佢先至可以先至會清醒過嚟，精神翻。咁呢個就係二氧化碳高導致咧你嘅嗰個腦部嘅運作能力會降低。咁呢個第一。咁另外啦，其實咧好多女士咧亦都好關心咧，就係皮膚。咁皮膚咧，其實咧一個女仔如果佢皮膚靚啲，保養得好啲，咁會比較神采飛揚。咁其實咧皮膚嘅保護咧，當然女士係專家嚇，我只可以喺空氣嗰邊咧提一提。譬如好簡單，你要返屋企，你要煮一家人嘅飯菜啊，因為好多時一個識得落廚嘅女士咧，其實會特別受男士歡迎。咁而且咧，可能仔女你可以煮到一餐好美味嘅食物俾仔女去分享，咁仔女都會好開心嘅。咁所以如果要屋企人對你嘅美食覺得好中意，好享受你嘅煮出嚟嘅食物咧，其實咧你喺咁嘅情況之下，你要更加有關注咧廚房嘅抽氣扇啦。
如果廚房個抽油煙機做得唔好咧，嗰啲油煙裏邊咧，佢就會黐落塊面度。咁變咗油煙黐晒塊面度咧。上次我講到啦，食火鍋嗰陣時咧，點樣避開塊面唔會俾 yellow face wound 係啦，唔會俾一個油煙影響到嗰個塊面嗰個潔淨度。咁所以咧，其實咧，對於我嚟講咧，我會建議咧就係話，可以你哋喺廚房煮嘢食嗰陣時咧，聞一聞坐喺出邊等食飯嘅人，聞唔聞到成陣炒菜嘅香味。其實如果你喺個廳度聞到好大陣香味，你煮咩餸佢即刻知道咧，咁證明嗰個廚房嘅抽油煙係做得唔好啦。咁一定要提翻高啦，因為咧油煙對皮膚影響好大。OK， 係好啦。咁另外好簡單，打掃衞生。如果喺屋企咧，譬如咧你要做一啲，譬如吸塵啊、掃地啊，咁就會揚起啲塵嘅。OK，咁就算你有工人啊，譬如你有工人幫手，或者你自己做得好咧，盡量咧其實屋企咧盡量用濕布去抹啲塵係最好嘅。OK，如果真係想舒服啲，用吸塵機去吸咧，就要買一啲咧有 HEPA 過濾嘅吸塵機。即係要用濕布抹完先吸塵。應該咁講，其實咧，如果屋企咧你要處理污糟嘢咧，其實一係就抹，用濕布去抹，即係好似阿信啊的故事咁樣用濕布去抹。咁其實咧用濕布去抹係非常之好，就唔會揚起啲污糟嘢。另一個咧，你如果話用濕布去抹好辛苦，我想就咁吸一吸塵，咁個吸塵機咧就要用一啲有過濾裝置嘅吸塵機，譬如 HEPA system。咁或者甚至乎你屋企一啲好嘅唔會有二次污染嘅空氣淨化機咧，其實咧吸緊塵嗰陣時咧可以開大啲空氣淨化機咁樣。咁呢啲都會影響到皮膚嚇。咁你打理起上嚟個皮膚就會好多。咁而家咧其實咧我仲見咧疫情過咗咧，仲有好多人咧會戴個口罩出街嘅。係。咁其實咧兩樣嘢啦，兩個角度去睇。其實戴口罩出街咧，有好多人嘅地方或者一啲密閉嘅空間咧，譬如喺巴士上邊，咁你戴住口罩咧，其實咧會降低你感冒傷風嘅機會嘅，係真係會嘅。咁降低咗嘅機會啦，當然啦，一個人少啲感冒傷風，佢自然會陽光煥發。心情會好多。咁另外咧，但係另一個角度睇咧，如果你戴住個口罩太耐咧，因為你呼出嚟嘅空氣咧，你即刻吸翻入去，一呼又吸翻入去。咁原來戴住口罩呼吸嘅過程咧，你會吸入多好大量嘅二氧化碳。所以戴住口罩咧，其實咧就唔需要成日戴嘅。即係咩意思咧？你喺街度行緊都戴咧，其實咧就會影響你個精神狀態。所以長時間戴口罩咧，其實反而咧喺另一個角度睇咧，會令你覺得個人好似冇乜生氣，覺得好攰，或者個腦轉數會慢咗。咁所以咧，原來口罩咧係唔可以咧隨便冇乜事都戴住。反而咧就係要選擇性去戴啦。咁例如喺依個環境底下係譬如好似我哋呢個環境咧，其實呢一個我哋直播嘅環境咧，我哋上次好多次都顯示過呢度啲空氣質素就好乾淨。咁所以呢度咧你冇乜理由戴口罩啦。OK，咁所以戴口罩咧其實就係好犀利嘅空氣污染嘅情況，或者你去一啲密閉空間先要。咁呢個咧用嚟保護自己，等自己搭地鐵嘅時候。地鐵咧，如果係好逼人嘅時候，我建議要戴個口罩啦。OK，交通工具咁樣。好啦，咁所以先頭提咗兩樣嘢，第一就一定要注意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如果高嘅話咧，其實你個腦咧就唔會思考清晰。咁你唔會思考清晰，可能會犯錯，犯咗錯誤之後你就唔會開心。咁就女強人唔到啦。咁就女強唔到，冇錯。咁另外就一定要記住啦，非常之重要就話減低啲污染物圍繞住塊面。其實咧，如果大家有聽過個節目咧，我曾經以前有帶過啲儀表上嚟嘅，就係原來空氣裏邊有好多一粒粒嘅嘢。咁你哋如果有陣時，譬如喺辦公室裏邊用投影機，或者你屋企有個投影電視、投影嘅一個裝置，你會發覺咧，投影嘅光咧，你望埋去嗰陣時咧，會有好多一粒粒嘅嘢喺度飄緊。係冇錯。咁呢啲一粒粒嘅嘢其實咧，如果你冇去處理好咧，就會成日黐住塊面，你清潔上就會加強咗難度啦。OK， 咁再加上我先頭講過呢個習慣啦，譬如咧改好你個抽油煙機喺屋企。OK， 咁最好咧就係唔好掃地嗰陣時咧就揚起晒啲污糟嘢，用一啲有 HEPA system 嘅一啲吸塵機係啦。OK， 咁如果真係冇咧，或者唔想去買咧，可以用濕布去抹。
咁就唔會讓佢啲污糟嘢。咁啊出邊買啲大牌子都 OK 嘅嚇，OK。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其實咧我發現咧最近咧就因為好多人咧就會揾一啲假期嘅時間咧去做一啲裝修，咁就要特別注意啦。裝修嘅環境咧，裝修嘅屋企咧，要睇睇會唔會甲醛濃度超標啦，裝修完。因為咧好多人咧冇為意咧，其實裝修完之後咧會殘餘好多物質喺裏邊。咁如果殘餘嗰啲物質咧，佢如果甲醛超標會出現咩問題咧？第一對你個身體會有影響啦。另外原來對皮膚好大影響嘅。譬如我曾經咧遇過一啲例子咧，就話因為嗰個一個人嘅屋企佢嗰個甲醛超標，導致女士同埋啲小朋友咧皮膚出現紅點。原來咧就甲醛超標咧係可以刺激皮膚出紅點嘅。Okay? 尤其是皮膚比較幼嫩嘅女士同埋小朋友都會嚇。咁包括就算你買啲新嘅家具翻嚟，你買啲新嘅家具翻嚟，如果你將嗰啲貼身嘅衣物擺咗喺呢個有甲醛嘅櫃裏邊咧，咁如果攞翻出嚟着，咁佢就會經你皮膚入咗身體，咁你成身一點點就唔會好睇啦。OK， 咁點會靚咧？係嘛？咁所以咧，呢啲都要關注啦。原來咧，其實咧要做一個靚嘅精靈嘅婦女咧，要即係毛澤東講啊，女人能頂半邊天啊。OK， 咁所以咧，如果要想做一個精靈靚嘅美女咧，一定要關注空氣呼吸之間嘅關係嚇。咁譬如好簡單，我先頭講咧，原來你生一個小朋友，你要學識呼吸法。原來呼吸法咧係可以令你個順產嗰個過程係冇咁大嘅痛楚嚇，同埋如果你唔識咧，你可能真係生嗰個嘢都可能生出嚟好痛苦，可能生唔到。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啲。咁其實如果你學過呼吸法咧，裏邊有提過一啲呼吸嘅秘訣嘅，同空氣都有關。呼吸嘅秘訣就係話，原來你要用力嗰陣時要閉氣。係啦，譬如我有陣時嚇有啲婦女咧就自己一個人住 ，OK，咁你要自己照顧自己咧，有陣時有啲重嘅嘢要搬起佢咧，就記住閉一閉氣，係吸咗啖氣先，閉氣嗰陣時用力，吸咗啖氣，閉氣用力嚇。如果唔識得呢啲用呼吸嘅方法去幫自己咧，就容易整親啊，或者你可能搬相類似重量嘅嘢咧，你發力嗰個過程咧，就可能對身體都會唔好，係啦。咁呢啲咧其實都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一啲幾有趣同空氣同呼吸有關嘅呢個題目。哇，Barton，我好開心，你果然係大灣區城市建築學會嘅空氣委員會主席。係啊，所以咧而家咧其實咧已經鼓勵緊我而家都開始推動緊咧，就係新嘅一啲建築物裏邊咧，其實你盡量要加一啲叫二氧化碳嘅探測器。其實你哋可以我哋係啦，你其實咧可以上網咧，其實可以搜集到好多二氧化碳探測器。其實好多人咧屋企都會放一個溫度計同濕度計嘅。咁其實我幾推薦咧，唔止溫度濕度，你要加埋一個二氧化碳。如果可以咧，加埋一個懸浮粒子，係啦。咁至於咧譬如我先頭講裝修嘅甲醛同 TVOC 咧，去一般出邊參差得好緊要啊，嗰啲儀表。咁但係二氧化碳就好成熟嘅嚇。二氧化碳係絕對會影響你成日喺個屋企或者寫字樓裏邊精唔精靈。思考清唔清晰，呢個好重要，好重要，係啦嚇。咁呢個我都幾建議大家會用，係啦。咁以後見工前係咪都係帶埋嗰個指標去 test 一 test， 睇下係咪令到我精靈嘅環境，咁我工作得更加順利？我真係好建議，如果大家咧各位美麗嘅婦女們嚇，如果你哋經常性感覺咧喺某啲環境裏邊咧，成日覺得會好攰或者提唔起精神咧，其實真係可以度一度裏邊嘅二氧化碳，呢個好重要，呢個係特別影響你個精神狀態。咁當一個人唔夠精靈嘅話咧，咁佢點會靚咧？嚇，因為咧其實咧，我喺之前有好多次嘅呢度分享咧，有提過一個人開唔開心，個精神狀態好唔好咧，其實同空氣好有關係。好重要啊！呢一樣嘢，保持心境開朗、美麗動人。咁我哋今日咧好多謝 Barton 嚟，即係再一次嚟同我哋分享咗咁多空氣嘅資深嘅知識俾我哋知道啦。咁如果你中意睇我哋依個內容嘅話咧，記得 subscribe 同埋 like。係咁啊！祝大家婦女節快樂！婦女節快樂！好，拜拜。